桃园市长郑文灿去年大选以5%的得票率顺利来连任当选。接落来4年的任期，郑文灿要继续来拼观光、拼交通建设，提出着桃园航空城甲轨道建设等5个愿望，同时嘛努力来招商拼经济，要让桃园顺利来转型。一起走！伫个会顶伫音乐中的说，2019桃园灯会伫依依不舍中结束。桃园市长郑文灿伫连任后，依然全力力杀观光。希望灯会结束之后，可以有一个夜游南坎溪的设计，然后更多的灯光照明跟步道的系统。桃园。去年9合1大选，郑文灿得到5%以上民众支持，以55,2330票拍败国民党候选人陈学生40,7234票。那桃园13个行政区拢赢，甲2014年比较起来，得票数甲得票率拢总有增加。我相信桃园执政的经验，超越对立，翻转桃园。这不只是郑文灿的模式，这代表了我们需求让桃园成为一个追求进步的桃园队。在大环境不利、民进党的情形之下，郑文灿的得票数阁增加，表示伊施政得到选民的认同。所来4年，郑文灿要让桃园继续向前行。5个愿望，包括航空城、亚洲矽谷、轨道建设、城市转型的基础建设，以及照顾年轻人。我想这5个目标都可以让桃园登大人，让桃园成为台湾的一个亮点城市。郑文灿认为交通是都市的基础建设，将继续推动捷运甲铁路地下化，规划3线6线拢会使全部开工。已经上路的绿色交通甲人本交通，郑文灿认为讲民众真有感觉。路平计划让这用路人看到道路品质的进步，开平计划解决了很多社区的瓶颈，公车提升计划，这8公里买1送1，那成长率是全国第1名。许多的人行道的系统。那让我们的交通能够更安全、更人本。那我们也推动了交通微整形。那在学校、在交通节点，从以前的混乱到有秩序。那拼建设，嘛要拼经济。郑文灿大力招商吸引产业到桃园。那我们用单一窗口全程服务，那么开发了许多的新的工业区。那我希望我们新的工业区大概有6、7个在同步开发，能够快一点。尤其是台商回流，首选在桃园。我希望产业投资能够带动整个桃园的这个未来的产业竞争力。农产品方面，桃园这是以内销为主，嘛重视出口，要向品牌化、高价值化发展。关切合作，除了即卖的桃园新竹别咧开地理平台，嘛要甲厝边新北市交流。那我们强化在交通、观光跟防灾的整合，施政不能偏废，每个方面都重要。拼经济、拼建设，嘛要顾民生，希望将桃园打造成为工作、生活、创业的好所在，以及少年人追求人生梦想的起点。郑文灿的桃园经验，唔但要提升桃园市民的幸福感，嘛一直咧累积政治资本。